照顧者需要長期付出體力同埋心力，屬於肩背疼痛嘅高危群族。呢種疼痛通常唔係單一嘅原因造成，而係勞損、姿勢不良同埋情緒壓力互相影響嘅結果。肩背酸痛常見嘅成因包括重複性勞損同埋姿勢不當，中醫稱之為勞傷。咁精神緊張同埋休息不足，中醫稱之為肝氣鬱結。另外，亦可能同外感風寒、濕邪有關。喺中醫角度睇，照顧者嘅肩背疼痛並非單純肌肉勞損，而係涉及氣血耗傷、臟腑功能減退以及外邪入侵嘅綜合性問題，具有虛實夾雜嘅特點。中醫認為呢種情況屬於勞損病，發展過程通常分為3個階段。初期係局部氣滯血瘀，出現肌肉疲勞及僵硬；中期會耗傷氣血，開始影響脾、肝功能，伴隨精神不濟、食慾不振；後期則久病及腎，傷及根本，可能出現腰膝酸軟、骨質疏鬆、疼痛難愈。日常調理方面，可以從動作調整、居家運動、穴位按摩同飲食調理入手。食療建議黑豆、合桃、杜仲、巴戟。中醫認為腰為腎之府，杜仲同巴戟天都有補肝腎、強筋骨、緩解腰背酸痛嘅作用。穴位方面，肩井穴放鬆肩頸、通氣血；曲池穴疏筋利節同改善上肢不適；委中穴就係緩解腰背疼痛。肩背酸痛唔好忽視，及早調整姿勢，舒緩壓力，再配合適當嘅調理，先可以減少勞損惡化。喺照顧其他人之前，亦都要照顧好自己。照顧者加油！